来早起的地动，台北大地美丽华百货公司冒水箱破气来饮水，请记者敏慧来报道。 早上天摇地动的强震，光是1个小时就有10多起的余震。台北因为盆地效应，感受更是强烈。位在台北大直的美丽华影城呢，因为地震的剧烈晃动，让水箱承受不了破裂了，水漫的地上都是，担心有人会滑倒受伤，清洁人员赶紧的拖地来应急。我们也看到电扶梯围起来不让搭乘，还搬来了好几个水桶来接水，怕水淹进去电梯里头，还用毛巾呢把电梯底下的缝都给堵起来，希望尽量做到亡羊补牢。目前全部影城的电梯 为了安全起见，通通暂停使用。因为余震不断的发生，大直美丽华影城也宣布一整天都暂停营业，同步公布了退票机制，开放退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